呀？要控制好你的马，就像知道自己的脾气一样，知道他的脾气，知道他此时是伤心、难过，还是开心、快乐，你都要清楚。那师傅如何能知道这些呢？适应，你要去适应它，不能恐惧。马匹会惊恐，但你要保持镇定，你要比你的坐骑更为稳重，那你的坐骑就会跟你射出去的箭一样听话。太厉害了！哇，堂兄好厉害啊！这太行了吧！是啊，他若要真在疆场上，我愿公此人去策。我愿归于他麾下，做小方大人的副将。是，我也愿意。太强了！弓马齐射，一甲一名，方海市。堂兄，提前恭喜你。我何喜之有？怎么不要恭喜？今年一甲非你莫属。是啊，我们可看准了，荆轲你一定挺将。以后我们4个愿意归在你的麾下，为你马首是瞻。是啊，上次我们以为你走后门。哎，行了，反正我们4个以后就跟着方兄你了。你们跟着我呢，我是很高兴。不过你们都得听我的。听，都听。好。咱们以后用兄弟论称，以后别大人的叫我可受不了。好，那叫一声大哥总可以吧？是啊，那可以。大哥。这回是如何？有惊无险。小公子好大的本事。不过，那匹马有问题，属下已经派人暗中去查了。一匹马疯了，背后多半有几个疯人，还有一个疯主子。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殿选，一则殿选陛下亲临，二则如果海市在殿选有所斩获，被陛下钦点，就有了官职。这些人虽然是疯子，但不至于傻，这是他唯一的出路。指挥使的意思是，敌人会在殿选上再下毒手。只怕这次有人要当众露丑了。这回是，那我们……你先布置其他的。殿选当日我在，我就要看看那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，究竟犯了什么毛病。是。